喺運動賽場上，郭晶晶係家喻戶曉嘅跳水女王。嫁入豪門之後，佢又成為引領夫家嘅風向標。喺44年嘅人生旅程當中，佢不斷解鎖新身份，由運動員變到豪門太太，再變公益活動家、體育事業推動者，但始終冇變嘅就係佢對祖國深深嘅熱愛。郭晶晶用自己嘅一生書寫傳奇，佢唔再係傳統意義上依附富豪嘅太太，而係自己人生嘅大女主。結婚13年，44歲嘅郭晶晶再次迎來喜訊，再一次證明咗霍啟剛嘅眼光，亦向世人展示咗佢嘅多面魅力。一講起郭晶晶，大家腦海中浮現嘅第一個畫面，想必就係當年嗰個喺跳台上大殺四方嘅跳水皇后，金牌拿到手軟，成為咗中國跳水隊嘅標誌性人物。然而，邊個可以諗到，咁樣一位喺跳台上無所畏懼嘅冠軍，剛接觸呢項運動嗰陣，竟然連落水都唔敢。郭晶晶出生喺河北保定一個普通家庭，父母都係勤勞樸實嘅工人。從小佢就展現出超強嘅彈跳力，喺學校操場總可以見到佢輕盈跳躍嘅身影。7歲嗰年，體育隊嘅教練嚟到佢所讀嘅小學挑選體育人才。喺學校老師推薦下，教練一眼就睇中咗呢個充滿活力、身體協調性極佳嘅細路女。就咁，7歲嘅郭晶晶就開啟咗佢嘅跳水職業生涯。但命運似乎喺最開始就為佢設置咗一道難關，因為小時候曾經有過被水淹嘅經歷，郭晶晶對水產生咗強烈嘅恐懼心理。每當企喺水池邊，望住嗰波光粼粼嘅水面，佢嘅雙腿就會唔自覺咁顫抖。教練睇喺眼，急喺心，為咗令佢適應水，教練決定由玩水開始俾佢練習。一開始，郭晶晶只係喺淺水區小心翼翼咁踩水，感受水嘅浮力同阻力。慢慢咁，喺教練嘅耐心引導下，佢逐漸克服咗內心嘅恐懼，開始喺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動。動作亦越來越熟練，好唔容易克服咗怕水嘅困難，新嘅挑戰又接踵而來。高台跳水，企喺高高嘅跳台上往下望，郭晶晶嘅心中充滿咗恐懼，雙腿都好似灌咗鉛咁沉重。但佢嘅教練一直冇放棄佢，教練始終陪伴喺佢身邊，不斷咁鼓勵佢，引導佢。喺教練嘅悉心指導下，郭晶晶一次又一次咁鼓起勇氣，經過無數次嘅練習，佢終於能夠成功咁完成高台跳水，動作優美而流暢。從嗰以後，郭晶晶就跟住隊友開始咗日復一日嘅艱苦訓練，就咁一直堅持到佢11歲嗰年，憑借出色嘅表現，佢順利加入省隊，成為咗一名職業運動員。進入省隊之後，競爭變得更加激烈，訓練亦更加艱苦。第2年，郭晶晶憑借優秀嘅專業能力進入咗國家隊。對於佢嚟講，呢係一個全新嘅開始，亦係一個巨大嘅挑戰。國家隊匯聚咗全國最優秀嘅跳水運動員，每一個人都有着強大嘅實力。喺呢度，郭晶晶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壓力。但佢將壓力轉化為動力，更加刻苦咁訓練。進入國家隊之後，郭晶晶先後參加咗多項國際賽事，並且都取得咗非常唔錯嘅成績。就咁喺不斷嘅磨練當中，2年之後，佢首次登上咗奧運會嘅舞台。然而，因為太過緊張，比賽嗰陣佢出現咗失誤，最終與金牌擦肩而過。呢次比賽嘅失利，對郭晶晶嚟講係一個沉重嘅打擊。比賽結束之後唔多耐，佢又因為訓練期間受傷，不得不休養咗10個月。喺嗰段日子裏，佢陷入咗深深嘅自我懷疑，好多人亦認為佢出師不利，後面可能都唔會有咩更好嘅表現啦。但郭晶晶骨子裏就有一股唔服輸嘅勁兒，佢冇被眼前嘅困難打倒，反而將呢次失敗視為崛起嘅開始。此後，佢更加嚴格咁要求自己，
每日除咗完成規定嘅訓練任務之外，仲會主動加練。佢不斷咁調整自己嘅心態，提高自己嘅技術水平，為下一次嘅比賽做住充分嘅準備。從2001年開始，郭晶晶嘅跳水事業逐漸有咗上升嘅趨勢。佢喺各項賽事當中嘅表現越來越出色，大家亦都唔再小覷佢。一直到2004年嘅雅典奧運會上，郭晶晶迎來咗人生嘅高光時刻。喺比賽當中，佢以完美嘅動作、超高嘅難度係數，征服咗全場嘅觀眾同評委，一舉奪得金牌，一躍成為咗跳水皇后。那一刻，整個世界都為佢沸騰，佢嘅名字傳遍咗大街小巷，成為咗家喻戶曉嘅跳水運動員。之後，佢成為咗跳水運動員都要逾越嘅標杆，喺之後嘅各種大型賽事當中，更加不斷創造歷史紀錄。喺佢嘅職業生涯當中，一共斬獲咗77枚世界金牌，呢啲金牌見證咗佢嘅輝煌，亦成為咗中國跳水隊嘅驕傲。然而，郭晶晶嘅精彩人生並唔只局限於事業上嘅成功，佢嘅感情生活同樣令人羨慕不已。佢同香港頂級豪門霍啟剛喜結連理，當時二人嘅愛情故事堪稱一段佳話。兩人嘅呢段緣分仲要從2004年嘅雅典運動會講起。當年嘅郭晶晶喺比賽當中一跳成名，可謂意氣風發。佢嘅美麗、自信同堅韌吸引咗無數人嘅目光，其中就包括霍啟剛。當時喺奧運交流活動當中，霍啟剛代表接待人員同郭晶晶進行交談並合影。當霍啟剛第一眼見到郭晶晶嗰陣，就被佢深深吸引住啦，對呢位跳水皇后嘅傾慕之情亦難以壓制。從嗰以後，霍啟剛就開始尋找各種機會接近郭晶晶。喺一次次嘅接觸當中，郭晶晶亦察覺到咗呢個豪門公子哥嘅心意。一般對於家族顯赫嘅家庭嚟講，仔女另一半嘅選擇係非常慎重嘅。佢哋唔只會考慮對方嘅家庭背景、個人能力，仲會注重對方嘅品德同修養。但霍家對於郭晶晶卻表示非常尊重同看好，可以說全家都非常認同呢個女仔，因為佢哋認為郭晶晶嘅身上有股堅韌不拔嘅精神同熱愛祖國嘅情懷。呢種品質喺當今社會係非常難得嘅，亦係霍家所看重嘅。有咗家人嘅支持，霍啟剛更加冇後顧之憂咁開啟咗漫漫追妻路。因為自己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普通話講得並唔流利，為咗可以同女神更好咁交流，霍啟剛開始苦練普通話。喺郭晶晶喺台上大殺四方嗰陣，嗰台下必然有霍啟剛嘅身影。無論郭晶晶有任何工作安排，佢都會如影隨形。咁樣嘅豪門公子哥真係少見。佢用自己嘅真誠同行動，逐漸打動咗郭晶晶嘅心。最終，二人經歷咗8年嘅戀愛長跑。喺呢8年裏，佢哋一起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，感情亦越來越深厚。直到郭晶晶宣布退役之後，霍啟剛終於抱得美人歸。2012年，兩人喺香港舉辦咗一場盛大而奢華嘅婚禮。婚禮現場佈置得美輪美奐，從鮮花到燈光，每一個細節都彰顯住霍家對郭晶晶嘅重視程度。各界名流紛紛出席，共同見證咗呢對新人嘅幸福時刻。結婚1年之後，郭晶晶就生咗一個仔，之後嘅6年時間裏，又先後俾霍家添咗2個千金。如今嘅佢，兒女雙全，家庭幸福美滿，可以說係真正嘅人生贏家。佢既嫁俾咗愛情，又保持住獨立女性嘅風采。話雖咁講，佢雖然嫁入咗豪門，但穿衣打扮始終都係以低調為主。佢唔會刻意追求名牌同奢華，而係更加注重舒適同自然。佢嘅呢種生活態度，亦贏得咗好多人嘅尊重同喜愛。反倒喺公益事業上，郭晶晶永遠都係慷慨大方。
佢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，關注弱勢群體嘅生活，為佢哋捐款捐物，貢獻自己嘅力量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詮釋住咩叫做真正嘅愛心同社會責任感。同其他攀附豪門嘅闊太太唔同嘅係，嫁入豪門嘅佢比夫家錦上添花。佢憑借自己嘅影響力同正能量，為霍家樹立咗良好嘅形象，贏得咗社會嘅廣泛讚譽。如今嘅郭晶晶並冇被豪門太太4個字綁定，佢有着好多屬於自己嘅身份。呢先係人生大女主該有嘅樣子啦，一生都喺為體育事業發揮自己最大嘅能量。近日，全運會開幕式喺廣州盛大開幕，夜晚嚟臨，體育館內數萬觀眾齊聚，大家都懷着激動嘅心情等待住呢場體育盛宴嘅開始。郭晶晶同其他幾位運動員共同完成咗火炬傳遞儀式。當日嘅舞台上設置咗5毫米嘅水潭，運用咗水中踏浪嘅主題，整個場景美輪美奐，仿佛將觀眾帶入咗一個夢幻般嘅世界。而郭晶晶當日身穿紅白相間嘅運動服，紮住一條馬尾辮，身姿矯健，精神抖擻。佢雙手高舉火炬，臉上洋溢住自信嘅笑容，期間仲向觀眾們熱情招手，引嚟咗現場觀眾嘅陣陣歡呼同掌聲。喺傳遞嘅過程當中，郭晶晶始終昂首挺胸，步伐堅定而有力。喺水中奔跑嗰陣，佢邁出嘅每一步都非常穩，仿佛又返到咗當年喺跳台上嘅輝煌時刻。佢嘅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住力量同美感，令觀眾們仿佛見到咗嗰個喺賽場上叱咤風雲嘅跳水皇后。喺最終完成交接嗰陣，唔少觀眾都激動得熱淚盈眶，佢哋為郭晶晶嘅精彩表現而歡呼，亦為全運會嘅成功舉辦而感到自豪。郭晶晶整個人嘅精神面貌完全唔輸當年，佢用自己嘅行動證明咗年齡並唔係阻礙，只要心中有夢想、有熱情，就依然可以喺自己熱愛嘅領域裏面發光發熱。希望未來可以喺更多嘅賽事上見到佢嘅精彩亮相，亦期待佢可以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人生。